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上花朋友，紧！今日哦，大家要来摕宝藏。上花朋友台应该真好对无？真好。啊，等一下好我表现哦，招门收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队长，囡仔兄，大家好！非常有元气。哎呦！一年一年咧过哦，过了真紧，看到小朋友哦，安尼一天一天大，安尼我就一年一年老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一年有几天？365天。安尼我想要请问，这个囡仔兄，365天，恁上介意倒一天？我上介意过年的迄天，为什么？因为会使转去阿公家，甲小妹小弟耍。哦，做伙佚佗。搁有咧，一位。我上介意今仔。搁来咧，小朋友。我上介意1月1号。1月1号为什么是安怎？正月1号？因为伊会使放假。放假。会当放假，好。我嘛是上介意今仔日即天，因为会当来录影。哦，会当来录影做伙佚佗。哦，赶快做伙说，讲台语摕宝藏，所以今仔日大家拢爱精神真好哦。即摆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也够开力，有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高阳大友金花酒，出发！我有功力。小朋友跟我来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汉神啦，嘿你想要看上缘投的啊？好，伊甲我介绍，我即摆介绍我一个好朋友，我最近甲伊学一招叫做变身术，变身我甲海里巴豆做伙学的。海里巴豆你捌无？捌咯。变身术，我即摆吼，我若见到迄个人，迄个人就要变成我指定的迄个角色。角色哦，咱先试一下哦。考验者，考验者。准备接招，智慧之神。应该是安尼。你把手救紧，好刷来啊！伟霆，你有较介意的角色？智慧之神。好，即摆就考验你智慧之神会变安怎？智慧之神。智慧之神。真熬咧，随甲我模仿啊！我就是安尼嘛。哦，真熬，拢家己想要变。啊，毋过我想要问恁一个，恁的队名叫啥物？高阳大友金花酒，金炭丢，丢。是毋是有真特别的意思伫里？伊叫我赞哦，礼物来。我家己看的哦。你内面是？哦，一人一你张哦。给我介绍一下好无？这是。哦，丢甲鸭有共生哦。来，金炭丢，好，甲大家介绍啊是一下。这是什么款的概念啊？金花酒无大农药，无液化学肥料，阮将附近砖头加落来花树花甲树叶仔，嘿，烧了后的火灰，嘿，加水以后就是小木炭，压落田底做肥料。搁请阿米仔来食海棠、金宝梨甲杂草。阿米仔食饱就会摕猪仔落肥，1减2个，蒙来啊减细裤。互阮遮的猪仔变做上好食的金炭豆、金炭豆。
金探掉，哦，金探掉，哦，伊介绍真好，吼，一个婆真好。这名好甲就好诶，金探掉。伊讲到真好，伊这应该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啦。啊，这张我早转来看吼。好，原本阮巴肚枵汤啊，叫恁遐丢啊，阮会当定啦，会当定金炭丢，真牛。伫咧中华对毋对？对，好，安尼随来进行第一关啊。好，啊，恁有信心摕宝藏无？哦，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天来甲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先生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新着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好，名号了真好，真趁到的金炭丢。丢，有听讲民号，你是毋是定咧算迄个魔术角啊？算迄敢有啥物秘诀啊？是毋啊，你有是角？早来哦。我敢有法度，我甲伊变得乱啊！你随甲用出来。两个，伊会使。会用的哦。好，来，好安尼，两三个就好啊。安尼啦，安尼就无好笑啊！你看安尼就足乱的啊，对无？好来，你个海一个更较难。来哦！我伫遮甲你干扰。看啦，哦，我要出来哦！啊，哇，无小水了诶！真牛呢！哇，啊你哪会有兴趣想要会算这魔术角啊？就看朋友嘛有咧耍，嘿就好奇，哦，就好奇，啊，就甲学起来安尼。对啊。好，遮尔啊！啊，这我先甲你讲，因你要互伊啊。哦，好。啊，咱明会记甲我领吼，来甲我领。好，来，请一位哦。咱即马只要甲台语念无对，你就通啊得到金箍箍。来哦，加油，天来甲！啊，较大奖哦。来哦，开始。好。好，加手，金手对。喂，哎呦，哎呦，拍脚，对，拍击。哎，水哦，利息，利息钱，利息。哎，无对，来后一位。喂，加油哦，先拢较准的哦，加油，加油，看好准，台语好嘛，啥伊先拢准。利顺，李顺对，李顺。哦，李顺好啊，歹，就看你这间公司。技巧，技巧对，技巧。小爱叫好哦。出价，出价问对。哎呦，恁遮厝的拢有开公司哦，但拢遮个。靠着，真好，考试。细个细个，数学，问对数学。O 两字就是 O。电子几乎，电子。哦，电子几乎，好，电子支付。卡手，卡数对，卡数。免费，免费，呀，免费。跳出来。食米唔知米价，水啦，食米唔知米价。喂，起草，起草。哎呦，塞卡，再听，弄丢呢，这个真牛咧。口头，后头，中华来小朋友坚强哦。收费，收费。哎，咱扣底下哦，我给你 pass。好来，后一位。应该，应该啊。哎呦，有哦。啥物无好货？食面，敢是食面？啥物？上面，不要紧，咱两面做伙来学习。好，来，徛我正手边。伊头前有几啊题，咱会使搁摕出来讲。头前一个大陆拼音是啥？数学。数学，啊，你若是看到迄个 O 两字，就是念 O。啊，若是敢若一字 O，就念是数甲数。
好，咱来看看卖啊者，食米毋知米价，即句话敢捌听过？去讲的，听有啊，过听过。听过哦，就是一个人，听无？开钱都唔知影。对啊，拢活伫家己的世界，对毋对？简单，咱搁看卖啊者。哦，小米无好货，小米无好货，小米还是小米？小米无好货，小米无好。就俗的物件，可能通常拢较拗固小寡，挡袂久。啊，搁有咱大陆拼音啥？现金，现金。好，即摆来看卖恁得到几题？拢总得到哇1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，真厉害哦！好，随来进行后一关。好，后一关体力真重要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长，咱啊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看又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我感觉最近我最爱开讲，嘿，尤其是甲遮小朋友，啊，着对因生活当中开讲，啊，互因加讲一寡。机上听讲你平常时有伫算斗模型、斗角啊，是毋是？有啊，拢是算叨一种的。乐高，啊，恁其他的同学敢有算过斗角啊？有。有啊，你捌斗过啥？你莫讲出来，你你用形容的。啊好诶，来几个哩？几个字？两个哩，两个你好，啊过来，算数。啊是食的啊是内面有办公室，办公办公室、电脑、pass。大楼，给我一题尔，要大楼，以前讲大楼，啊个啥？什么大楼？是大楼无？大楼，就大楼。哦，你要去就算过斗大楼。嗯，哦，即款就是爱形容，就像像安尼，看到的时阵就一直想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一直讲。啊，你就一直摇，一直摇。好，好来哦，加油哦！现在噶，来第一题。两个哩，电视，会看到，每一工拢有诶，大人，新闻，水。诶，伫夜车有诶，两个哩，伫夜车有诶，迄两，有剪过诶，无剪过，有钱过的，有钱的，啊无钱的。两个，两个你，两个哩，啊伊个衫你穿会臭，老吴，嘿对。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伊会安怎？你去会安怎？迄个所在安怎？你去咧足悬诶，足去悬咧，管伫倒位看会着？有船浪过就会歹去。嘿，有船浪过，有一支电影。不是的，你知啦？打工巴士。逐工买物件会用到诶，几个哩？三个哩，买物件会用到的，啊伊是安怎？信用卡。你开门爱几个用诶，哩？两个哩，你开门爱用诶，你开门爱用诶。手机。哎对，水哦。三个哩，买佚佗，买佚佗，爱用啥物足大诶，迄巨大爱坐大。啥物？爱坐爱啥物？坐啥物？游览车，对。来几个哩？两个哩，王子甲公主咧住诶所在，城堡，水哦，加油！两个哩，就你诶迄发烧咧用诶物件，发烧两个你，伊可以用豆浆。好对啦。好呀啦，两个哩，好呀人会开诶，啊，无好呀，袂使开好无？大楼内底有诶，大楼内。大楼内底有诶办公室，哎呦，厉害哦！真好想哦。继续，两个你，是好呀。好呀人有诶，什么型？什么型啦？啥物型？细粒的真济，贵妇哩？细粒真济。会用滴。pass。后一个，三个哩，你用用手的，用手。真济无用的。你不中枪。哦，无要滴的物件，几个哩？两个哩，伊是一条的。甲什么物件有我咧关啊？甲啥物物甲件有关？你平常咧啉的，啉的，你都你拢会啉自贡哦。
一字啊！什么讲？你什么讲？你着一字啊！水讲，水讲。好，过来。几个字？啊，一个。两个字，没无啦，无啦。生后生会请人食的。啊，生后生。生后生请人食两个的。字。恁爸爸妈妈迄当阵哦，饭吗？多济对。诶，一足久以前足大只的。这大只的动物，就依照。两个字，对，讲了。你去几个字？两个字，迄内底会使掺真侪物件的，人家掺真侪物件。啊用烧水伊才会使食。泡面。毋是，真侪物件。较大鼎的。较大鼎哦。这侪料的，什么料？当天爱食的。辉哥。对啦。过来。迄几个字？掠歹人会用的物件。检查。手铐对。过来，你今日两个字，你会等无？你今日心情无好的时阵，你会无啥物？无啥物，你心情无好，你就无想要食。无精神。是无想要食物件是啥物？无胃口。你考试考了几个字？ 三个字，你考试考了真好会有钱的。有钱哦。有钱哦。啊，一个我免无啊。查甫的迄。查甫。生啥？查甫会生。拢会洗衫。查甫拢会生啥？啊，唔知要哪讲。好，我给恁真熬，咱来看卖恁钓着几题。哎呀，冰山头先有讲到，什么船啊？尊龙钓，船来去弄着，歹去。会歹去。啊，你知影有一出电影无？有，知影？迄叫啥？铁达尼这样你好。记得知啊。啊，恁知影迄个主角洛斯甲杰克？肉洛斯甲杰克，对无？头先安尼讲，其实应该介准啦，伊讲足寒的所在嘛。足寒的嘛。好，咱来看卖啊，佫唔对的所在是，迄安怎念？珠宝。头先查一处处啊尔，啊珠宝应该佫较准的讲法是啥？敢有？会互你随摇着？金光闪闪。金光闪闪。水气。对，咱看嘛，钓着17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上尾关啊！哦，加油哦，继续甲金箍箍摕来好唔好？好。好，准备接招，引来卡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头先我阁得到一个消息，安怎？规定伊足熬酸直排练，迄直排练迄平衡感啊，啊，搁迄速度哦，真困难，无介好练。你是毋是拢有定咧算？拜六拜日有咧练。啊，有去比赛无？有。啊，去倒去比赛？叮咚。冰冻哦，走到冰冻去比赛啊，真厉害哦！这关毋免用到骹，用手，甲背入去就好啊。啊，毋过无好背哦，迄个动物真真。安尼请就位，注意。好，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加油，引来噶！开始，手啊较抓较悬的哦，啊，较合济哦。合济，臭屁啊！你快，你咧加油够加油的呢？较细滴。手啊抓较悬的哦，啊，较合济哦。合济，臭屁啊！你快，你咧加油够加油的呢？较细滴。去夜市啊的时阵，我会买鸡卵糕加年茶来食加啉。水啊！来，后一个动物，我这骹敢若我较贵啊，较贵啊！加油！紧起来，嘿，紧起来！哎呀，恁朋友加油声！加油！哇！哦，一个。耍！我煞无咧食饭，因为你是甲我的饭收走哦。好，对，好，来，跳，跳高，跳应该较紧哦。因为哦，剩3几秒尔。这个厉害！好，有啊，来。
会足介意体育的。就介意体育。哦，算，对。啊，来继续，monkey。 3、2、时间到。时间到。来，小朋友来讲。做伙来看卖第一题，鸡卵糕甲呢零茶，啊那基上你安怎做句？我就介意食鸡卵糕，甲啉米茶。哎，对啊，这就上好做句啊。哦，好，第二题有较困难小可，煞。耍是哪有？你看讲好约第一食，你煞无来，你竟然无来，就是竟然的这个意思。好，来后一题看卖。是甲毋过，这就真侪通讲啊，有无？继续。伊是足巧的，无毋对，毋过伊的巧用毋对所在。这句更较水。好，来，当中摕到3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真厉害哦！有3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很来噶。好收国小，第一个金扣扣要选倒一个动物？等尾山等牛尾。山牛，哎呦我讨论过。讨论过来哦。哦，安尼手甲牵起，规定你有3届机会。我讲车试落才试落哦，敢有可能才准？哦，一届。非常信心，真有信心，车试落。好。一届等尾好咧，山。第二个金扣扣要选倒一个动物咧？ 9号。我最后。好，决定了就紧哦。好，第二金扣扣9号，宝藏到伫内面咧，请试落。哇，班长！送你一台车。哇，送甲车哦！哇，厝边倒伊哦！哇！这敢若真无共款的礼物咧吼。上新的。上新的哦。啊，这是通安怎算啊？啊，伊就伊会抽一是寡卡，你就会当为伊的卡，就像咧走这车链样啊，你一直走提走。哦，F1比赛迄种标准，对你去算做这个跑倒伊的道啊，这有够有一寡问题，会当说去佚佗。个，毋捌算过哦。摕到礼物欢喜无？欢喜。也欢喜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。